資訊。睇完創業嘅情況，我哋而家就會睇下有關利用手機通訊程式呢個平台嚟到營銷宣傳嘅情況。相信好多人都會有可以隨時上到網嘅智能電話。如果喺呢部電話上邊有個包括咗衣食住行等多間商戶嘅資訊，可以定時收到邊間鋪頭有折扣優惠，可以訂台睇到唔同服務嘅詳情，話唔定可以滿足到商戶同客人之間嘅需求，打咗個移動互聯網時代嘅商機。隨住智能手機、移動互聯網技術同埋移動通訊程式嘅開始普及，開始有公司同埋企業向呢啲差唔多一人有一個嘅網絡終端嚟到進行營銷。收費我哋而家都係幾百蚊，咁就可以有晒可能我頭先上述所講嘅一啲嘅功能，同埋我哋仲有一啲背後嘅一啲嘅推廣、宣傳推廣嘅服務。呢間營銷公司用內地一個用戶數量上億嘅通訊程式嚟做基礎，建立一個第三方嘅平台，將加入呢間公司營銷計劃嘅商戶資訊放喺平台上面。另外，會幫商戶建立喺通訊程式上邊嘅公眾賬戶同埋多功能嘅微網站，例如可以用呢個通訊程式嚟訂位，同埋知道有乜嘢優惠推廣。移動互聯網就變得非常之緊要，我哋日常生活中手機係離唔開我嘅，可能睇手機都仲多過對可能自己嘅屋企人啊或者親朋戚友啊咁樣，咁所以呢一個行業嘅發展咧會好睇移動互聯網嘅發展。咁移動互聯網基本上我哋都認為咧，其實係一個上升嘅趨勢，空間係非常之龐大嘅。咁另外就係一個聊天工具或者係一個叫做微信啦，呢一啲嘅一個平台可以做到嘅宣傳推廣服務啦。更深入嘅係咧，咁我哋亦都會聯絡一啲嘅商戶咧，咁同佢哋一個叫做合作，咁或者提供一啲嘅優惠券啊，或者係提供一啲其他嘅優惠啊，咁可以係方便我哋嘅市民可以去選擇咯。呢個魔術表演團體喺澳門已經有幾十年嘅歷史同埋豐富嘅演出經驗，但佢哋嘅客人就反映俾佢哋聽話，好難接觸佢哋。甚至乎有客人請我哋演出嘅，曾經講過話我想揾魔術表演，但我一直都揾唔到。澳門有魔術師表演，我係經過朋友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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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之後咧，就聯絡到你哋啦，咁樣。咁其實我哋想得到嘅效果，當然就係即係多啲嘅人認識我哋，去揾我哋嘅表演啦。甚至乎對於魔術有興趣嘅人，可以係得到我哋一啲魔術產品嘅資訊啊，或者係魔術嘅一啲學習班嘅資料啊，咁樣咯。喺宣傳方面，魔術師司徒啟榮話，佢哋曾經喺電話公司嘅刊物裏邊賣廣告同埋派傳單等，但效果就係力不討好。所以就嘗試喺移動通訊程式嘅平台上面做宣傳。其實幾貴㗎，我哋出嘅廣告，係達到係幾千蚊一個月。咁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唔係好得出個效果。幾千蚊即係分分鐘你接唔到一場表演，你已經係蝕到攤腰啊咁樣啊！即係嘗試過好多途徑，最後我哋都放棄唔做啦，因為成本太重咁樣。呢間參加營銷計劃嘅美容公司，亦都曾經用過傳統嘅宣傳方法，而今次就想利用新嘅平台同埋優惠券嘅策略嚟到宣傳。曾經都試過喺報紙度賣廣告，咁但係而家睇報紙嘅人咧就越嚟越少，甚至手機都睇到新聞啦咁樣。咁所以咧，如果係喺嗰個手機嗰度係做一個平台，我覺得因為始終都係打入去佢生活裏邊咯。咁可以係廣泛去宣傳到，例如咧，其實我哋已經準備咗係有12000蚊以上嘅優惠券啦，係發放俾一啲關注我哋嘅一啲客戶咯。除咗傳統嘅媒體，近年利用網絡嚟到宣傳，亦都開始盛行起嚟。有人會利用網站、社交網絡，亦都有人會利用通訊程式嚟到宣傳。呢個以我哋所知咧，我哋同一啲商戶去接合咧，佢哋會有用開可能一啲嘅傳統嘅好出名嘅網站啦，或者啲社交網站啦，會去做一啲宣傳推廣啦。咁但係可能講緊一個月可能係1000幾2000蚊，但係佢哋都願意去做，因為呢個係會幫佢哋提供咗一個比較大嘅快速嘅一個叫做效力，
係啦，咁我哋而家咧，我哋就希望係可以一個叫做唔好話打破啦，希望可以令到個市場上面咧更加多嘅平衡。因為微信呢樣嘢係結合咗一個移動互聯網，咁喺未來嘅發展咧係會我哋都相信係一個非常之有好大嘅空間喺度。宣傳推廣嘅方法有好多種，而喺呢個移動互聯網嘅時代裏面，邊種方法先至適合你嘅業務？而利用通訊程式又或者係社交平台嚟營銷，又係咪大勢所趨呢？我哋拭目以待。